廟祝神衝出香港，帶大家到台北嘅下海城隍廟拜月老。你可以搭綠色嘅松山新店線，搭到去北門，行10分鐘左右過去。首先呢，去右邊個偏殿買沓金紙，金紙入邊咧已經包咗3支香咧，做拜神基礎用品。拎住沓金紙咧，去翻左邊嗰個正殿咧，去到呢個見到有堆御守嗰個櫃台啊，同工作人員講話拜月老，買一個拜月老包。順帶一提，廟祝神都帶咗一堆下海嘅月老護身符翻香港，有興趣可以選購。講翻下海個月老包先，入邊有月老符、紅線同圓片、喜餅、喜糖等等嘅甜食作為貢品。跟住工作人員會俾一張印有城隍廟標籤嘅紙籌貼住佢，將佢點咗香，向天拜3拜，但係唔好上香住。拎住啲香咧入翻個正殿，交翻個紙籌俾工作人員，拎翻自己嗰份貢品之後咧就按以下順序依次參拜同眾神打個招呼先。首先當然要拜主神城隍爺，佢係保佑當地嘅街坊平安啦，雙運興旺嘅。之後可以去拜月老，咁月老當然咧就係為情侶牽紅線，掌管世間嘅姻緣噶啦。通常咧佢哋會叫你而家直接許願講條件嘅，但我哋建議咧最正式咧就向眾神打晒招呼先翻嚟許願，陣間會長講嘅。之後去偏殿拜義勇公，接住咧就去拜城隍夫人，相傳咧係可以祈願夫妻和睦嘅。最後咧就拜菩薩呢位諸天神佛，向全廟眾神請安之後咧就翻到月老像嘅正前方，記得咧講個人資料，包括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等等，清楚講述理想對象嘅外貌、性格、相處模式等等嘅條件，越詳細越好。咁好多人都教過點樣列條件㗎，咁呢度就唔詳述啦。之後咧出翻去廟程咧，就對住個天公爐向天拜3拜，再將3支香咧插入個香爐嗰度，再將個月老符咧喺個香爐上面過火加持。之後咧就將金紙放翻去廟方指定嗰個收納處啦，等城隍廟去統一處理就 OK 㗎啦。喜餅同月老符咧就可以自行帶走㗎啦。咁將月老符放喺枕頭底或者包包就得噶啦。願望達成之後咧，去翻廟嗰度買翻啲喜餅、喜糖咁嘅貢品啦，按流程完成翻個還神儀式，表現翻個誠心。咁歡迎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咧，廟祝診自家整嘅拜月老法寶啦，同埋大家想睇拜邊間月老廟咧，都可以同我哋講噶。下次見啦，祝大家快啲揾到理想嘅另一半。